港自古以嚟就係一個有名嘅魚尾之鄉，海上嘅交通發達都係人所共知嘅。海洋嘅奧秘、海洋嘅美妙、波浪嘅起伏，都足以影響我構思呢隻舞嘅靈感。舞中嘅動作係代表漩渦啦、波浪啦、巨浪啦，或者係一啲微波嘅。首先，第一個基本步伐係華爾茲步 ，Ready and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 6 2 3 7 2 3 8 2 3。第二個基本步伐同埋手勢嘅組合介紹 ，Ready and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 6 2 3 7 2 3 8 2 3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 6 2 3 7 2 3 8 2 3。第三組嘅基本步伐同埋手勢嘅介紹 ，Ready and 1 2 3 2 2 3 3 2 3 4 2 3 5 2 3 6 2 3 7 2 3 8 2 3。